们应先来收拾一下，等一下上课要入册的词汇，大家要记得简单的吗？汇款、汇钱、汇钱、会费、会费、会费、电话号码、电话号、电话号、家里的、母孩的、母孩的、手机、手机、手机。熬做很多偏不改，爱头花钱，基金铺和社会的蛋也就恢复得了。很值钱，花得不少。爱后生，很无写错填吧，我补一下。外母孩填吧也是手机号码。用未用，是未错很是好。好，偏好啊，也都偏要的么？冇，到啦，上来了。两个跳下的奖片，用做谱来学习家规切入的代数。你这钱要汇给谁呢？很值钱，汇得要啥？很值钱，汇得要啥？你这钱很值钱，很值钱，汇给汇得谁呢？要啥？要啥？我们把这句再念一次。你这钱要汇给谁呢？很值钱，汇得要啥？很值钱，汇得要啥？你没写到电话号码，要补一下。很冇写错填吧，要补一下。很冇写错填吧，要补一下。写到电话，写错填吧，写错填吧，要补一下，要补一下，要补一下。我们把整句再念一次哦。你没写到电话号码，要补一下。很冇写错填吧，要补一下。很冇写错填吧，要补一下。办好了，还要办其他的吗？很好啊，也特偏要的么？很好啊，也特偏要的么？办好了，很好啊，很好啊，还要也特办偏其他的吗？要的么？要的么？我们把整句话再念一次哦。办好了，还要办其他的吗？很好啊，也特偏要的么？很好啊，也特偏要的么？以上是用理解单元输入语数的练习，期待爱多听多练习哦。